到 Chord Hero 嘅 Ukulele 時間，我係大家嘅主持人阿 Jeff。我哋今日會講嘅 topic 咧就係 Ukulele 點樣拎住嘅。一般嚟講 ，Ukulele 嘅持琴方式咧有分兩種，一種就係坐低，而另一種就係企身。咁但係兩者咧都係大同小異嘅，最重要都係左手食指同手指公嘅位置叫做虎口。虎口咧最緊要就係勾住我哋琴頸同埋琴頭一個凹咗落去嘅交界位置，然之後咧就將我嘅琴盡力擺喺我右邊嘅大髀，然之後再將琴頭傾向上，最後將我嘅右手手臂咧壓翻住我音箱依個位置。咁呢一個姿勢咧就係我坐喺度嘅時候會用嘅。咁而我企身嘅時候咧，其實都係差唔多嘅，我只不過將支琴擺高多少少啫，俾大家睇下。呢個咧就係我企身嘅姿勢。咁因為依家支琴咧對我嚟講咧就會有少少低啊，咁所以我就會將佢擺翻高，擺去我大概心口依個位置啦。咁就拎得好穩啦，坐翻低。咁我將支琴由心口位置擺翻去我右邊大髀。大家拎唔拎得住你嘅 Ukulele 咧？我哋下一集再見。